來看英國國教聖公會創下歷史性的一刻，63歲穆拉里是正做1400多年來頭一位領導英國國教擔任全球聖公會精神領袖的女性。不過，接下來就要面對這教會內部分裂，也有各界對這女性領袖的質疑。手舉寬湯代表性甲坎特伯里大教堂的西門卡山的穆拉里正式就任坎特伯里大主教，伊是英國國教自西元597年設立以來頭一個女性領導者。這個典禮特別選在天使報喜節來舉辦，真有意義。I solemnly commit myself before you to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of England, the Anglican Communion, and the whole Church of Christ throughout the world. 穆拉里在40歲之前是英國國民保健署的護理師，而且也做過護理長。就職典禮當中，伊特別使用當初時護理師佩戴的圈仔來代表伊的心意。威爾斯親王威廉甲凱特王妃攏來見證這場結合傳統甲現代變革的盛典。穆拉里強調，雖然伊要擱咧適應這個等於是基督教界教宗地位的新角色，不過伊希望這當鼓勵更較儕女性勇敢追求夢想，無論這個夢想在傳統的觀念當中有偌爾艱難。So there's something about celebrating women, but also being able to say to other people, in a sense, it's entirely possible for you to follow your dreams of what you want to do. 不過，穆拉里就任面對的是嚴格挑戰。前大主教威爾比因為處理教會內底性侵的案件無好勢，在2004年請辭，讓教會名譽受到損傷。另外，全球8500萬的聖公會信徒對女性領袖也有 LGBTQ+ 議題意見無相同，特別是亞洲、非洲地區的保守派已經對伊的領導權提出挑戰。穆拉里敢會當在傳統甲變革之間找到共識，是伊任內上大的考驗。The previous occupant of the job, Justin Welby, was ousted because of a scandal in which he failed to safeguard some of the church'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So a lot of eyes will be on Sarah Mullally to make sure that she gets that part of her administration correct. 面對前大主教留落來的危機，伊必須愛做出改變，確保這個有1000年歷史的老體制會當真正做是保護弱勢的所在。這場權力的交接，唔但是跨性別，更加是教會自我救濟的開始。公視新聞，鄭偉玲編譯。